2026香港次底變天，保險積稅，老店執笠，青年失業，真正睇經濟真相，冇乜人敢講。你以為香港仲係遍地生機，穩賺唔蝕改財富天堂？最新一輪連環暴擊，直接打破晒大家一直以來嘅認知。短短72個鐘，香港金融、飲食、就業、樓市租金全線向下，無數人一直依賴喺香港優勢，正快速崩塌。今日我就同你一次過查清楚呢場層層相扣，普通人好難睇得透嘅香港經濟大變局。最近好多人都問，點解原本穩如磐石喺香港市場突然全面降溫？點解以前人人爭住買喺香港保險，遍地黃金喺鋪頭生意，人人向往喺工作機會，而家全部變晒樣？呢個根本唔係短期波動，而係香港經濟正經歷結構性大重組。睇得明今次變化，你先會睇得明未來5年養揀佬喺財富近哥哥。我哋先由演爆成個香港金融圈喺重磅炸彈講起。呢件事直接改寫咗無數人配置海外資產嘅邏輯。2026年8月5日，財新放出一組震撼消息，瞬間震動兩岸政融心腸。內地稅務機關已經喺北京、杭州等多個地區實行向境外保單收益積稅，針對香港保險喺投資收益即收20%個人所得稅。好多人第一時間都呆咗。過去10年，大家買香港保險核心邏輯就係免稅、高收益、資產避險。而家呢個核心優勢直接俾人斬開一截。而且今次積稅唔係空穴來風，係真正有落地案例。積稅範圍主要包括兩類收益，第一係香港保單分紅，第二係預繳保費產生嘅利息。只要屬於呢兩類境外投資所得，都會納入積稅範圍。消息一出，香港保險股即刻遭到瘋狂拋售，個盤可以話相當難睇。8月6日開始，友邦保險直接低開急跌，最大跌幅去到9.71%，去到當日花戶收市，跌幅仍然有8.75%，報70.95港元。老牌巨頭保誠一樣走唔甩，全日股價喺低位整盪，大部分時間跌5%至6%，最大跌幅超過6%。上午收市跌5.8%，報107港元。唔單止保險股，成個香港金融板塊都全面受壓，匯豐控股同步跌2.28%，渣打借款跌2.25%，政融市場改恐慌情緒全面蔓延。好多人會問，好好地改海外保險免稅安排，點解突然開始積稅？其實今次積稅並唔係冇法律依據，核心依據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第3條，當中列明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統一使用20%稅率。而家業界最大爭議，同時亦係所有人最關心嘅問題，就係香港保單啟分紅收益到底算唔算稅法界定啟應稅紅利收入？成個保險業都仲喺度觀望，等官方正式文件落地。呢個亦係市場而家最大嘅不確定因素。面對市場恐慌，香港保監局喺8月6日緊急回應，態度幾微妙，強調內地居民申報同繳納境外投資收益稅款嘅要求一直都存在，市場唔需過度解讀，亦唔好盲目揣測。但呢個安撫式回應根本壓住市場真實情緒，甚至有資深財政報告直接爆料，香港保險收益要交稅根本唔係親歸，佢自己舊年已經俾稅務部門積收過相關稅款，即係話呢個唔係突然冒出嚟改政策，而係監管全面落地改勝後。我哋可以睇一組幾驚人嘅數據。2025年全港新單保費突破3309億港元，按年大升50.6%，直接創歷史新高。放眼全球，包括香港、新加坡、歐美地區在內，喺境外保險保費總規碼已經突破3萬億人民幣。呢個係一個非常龐大嘅跨境資產盤，而真正令所有境外保單持有人難以避開嘅關鍵，就係 CIS 跨境信息交換機制。簡單講，由今以後，香港保險公司必須將內地投保人改保單、現金價值、年度分紅、利息收益等核心資料同步報送去內地稅務機關，令跨境資產資訊變得高度透明。喺呢之前，好多人買香港保險賺咗收益唔申報、唔交稅，本質上就係利用跨境資訊唔對稱睇空間。但而家呢個漏洞逐步被堵住，一旦全國積稅試點全面鋪開，香港儲蓄分紅險相比內地壽險產品最大嘅長期收益優勢可能會直接消失，甚至出現收益倒掛。和球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楊墨如教授俾出一個好清晰確定性，呢個根本唔係偶然改政策調整，而係中國加入 CRS 之後，跨境稅收徵管由資訊唔對稱全面走向資訊透明改必然結果。所謂香港保險紅利年代，靠資訊差套利改年代正逐步走到盡頭。如果你以為只係保險行業降溫，咁就睇得太片面。今時今日，改香港正經歷一場全方位執笠寒冬，各行各業改老店、名店、連鎖品牌都已肉眼可見，改足到一件接一間結業。成個2026年上半年，香港結業潮持續蔓延，單係上半年就有超過60間店鋪被迫退場，
大量陪住香港人幾十年啟路之可，地標餐廳同鏈庫品牌都頂唔住。其中飲食業係重災處，2026年第一季至少30間店結業，第二季再有至少28間，半年時間接近60間商鋪消失。隨便數幾間令人唏噓啟路牌店，每一間都係幾代香港人啟集體回憶。喺元朗屹立超過58年啟國記粥店，深柑九龍城42年啟地茂館燒味，會勇經營40幾年啟新記粥麵，太古有40年歷史啟亨騰哥，仲有大圍27年啟新昌潮州海鮮酒家，今年都陸續結業。另外擁有67年歷史海牛池灣新龍城茶樓，因為政府收地被迫結業，正式退出市場。最慘烈仲係各類大型酒樓，因為地方大，租金成本高，變成結業潮重災處。新蒲崗明星海鮮燒鵝專門店、觀塘明星海鮮酒家、藍田豪宴海鮮酒家、青衣村酒樓、葵芳龍寶酒家，一件接一間落閘。有長年幫襯龍寶酒家啟街坊話，店鋪執笠最核心原因就係業主死都唔肯減租，商鋪租金仍然奉行價高者得。喺市場寒冬之下，高昂租金直接壓垮老店，唔止本地老雜號，大型連鎖集團一樣頂唔順。美心啟沈太出翠園將軍鬧分店，大快活旗下一碗肉燥喺香港經營23年，啟 Pizza Box、路牌海皇粥店都陸續結業退出市場。就連前幾年最火最講性價比啟放題食肆都避唔過執笠命運。主打 A5 可鳥放題啟工齊肉本鋪、和牛燒肉一廊荃灣最後一間分店，旺角紅火火鍋、九龍灣千枝微錯都已經結業。好多人唔明點解呢啲中價餐飲死得最快，原因其實好現實，而家兩地通關太方便。香港市民用大約1個鐘過關返內地，就可以用更低價錢食到質素更好、服務更好啟餐飲。人均300至500港元喺香港中價餐廳定位變得好奸價，性價比亦越嚟越弱，正正俾內地市場取代。去到2026年7月，呢場結業潮唔單止冇停，反而愈演愈烈。8月5日，太古層意粉屋正式結業。8月2日，屯門陽城火鍋海鮮酒家結束營業。稻香夾辦塔子旺角龍珠酒樓開咗9個月就草草收場。陪伴大埔街坊多年啟路澤嘅龍悅酒家，亦喺8月9日正式落幕。好多老街坊都感慨，平時覺得理所當然開街坊鋪，平平凡凡開日常煙火，一旦冇咗先識珍惜。但呢個根本唔係個別店鋪經營不善，而係成個香港基層消費市場正出現以舊更新收縮。如果你仲唔信，我哋直接睇立法會官方發佈嘅數據透視報告。呢份報告直接睇向香港消費市場睇真實變局。睇完你就會明，香港所謂復甦其實一直都係一場非常極端嘅畸形分化。過去幾十年，訪港旅客啟消費總額長期係香港居民競額消費開支啟2倍。香港經濟一直有好大部分靠遊客消費撐住，但而家呢兩組數據已經幾乎打和，以前嗰種優勢明顯縮細。由2018年至2025年，訪港旅客啟實質消費額大跌44%，最後跌到1975億港元。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2019年之後，訪港旅客人次相比2018年少超過1/4；第二，旅客人均消費能力明顯下跌，細分數據更加扎心。過夜旅客人均消費跌17%，不過夜啟短途旅客人均消費更加近乎腰斬，大跌48%。旅客消費習慣亦完全變咗。2018年過夜旅客購物消費佔比高達51%，係最大主力。餐飲同體驗消費只佔28%，但去到2025年，購物消費佔比跌到36%，餐飲文化體驗類消費升到37%。旅客唔再瘋狂買飾飾品。香港購物天堂呢個核心標籤正慢慢被撕走。另一邊，香港本地人就不斷北上消費。而家香港居民離港人次每年增加28%，總量去到1.18億人次，其中88%目的地都係離地。簡單計，即係每10個離港香港人就有接近9個係北上消費。內地旅客嚟香港亦唔再瘋狂掃貨。2018年內地旅客嚟港消費有70.5%開支用咗喺購物，去到2026年第一季，比例直接跌到44%，大家開始唔願意再為香港議價埋單，反而追求性價比更高嘅體驗式消費。有人話香港本地消費仲撐得住，呢點的確係。撇除旅客因素，2025年香港居民本地消費達到1.989萬億港元，只比2018年低1%。2026年第一季本地消費甚至高過2018年同期，但內部結構其實早已撕裂。由2018年至2025年，香港貨品消費實質跌25%，服務消費只升6%，零售業更加係冷暖分明。2025年整體零售銷售額
比2018年高峰期低22%，其中最依賴旅客海行業跌得最勁，百貨公司銷售額暴跌43%，珠寶首飾、鐘錶行業大跌39%，但主要服務本地居民改超市零售就只係跌5%。呢組數據話俾我哋知一個幾殘酷嘅事實，香港而家睇經濟復甦係非常明顯嘅畸形復甦。高端色彩品市場靠部分旅客消費勉強反彈，但支撐普通香港市民生活啟民生消費就持續萎縮，比三鋪執笠、消費降級更令人擔心嘅係香港年輕人正面對非常嚴峻就業危機，亦係而家香港其中一個最隱蔽、最致命嘅經濟隱患。表面睇，香港整體失業率只有3.7%，數據好似幾平穩。但呢個係平均數掩蓋咗分層差異，15至24歲香港青年失業率高達11.2%，係成年整體失業率3倍以上。25至29歲大學畢業生失業率達5.7%，呢個數字甚至高過當年金融海嘯時期佢最差水平。香港離特族人數已經升到36,200人，佔整體青年人口6%至7%。所謂離特族就係冇返工、冇讀書，亦冇參加任何接工排佢青年。呢幾萬個年輕人正逐步失去方向同奮鬥動力，大學生就業處境更加慘。2022年香港高考畢業生喺全職職位空缺仲有8萬個，去到2026年個數字跌到31000個，4年時間職位空缺受咗接近5萬個。而家好多香港年輕人都跌入僑際困局，有人寄咗50幾封僑際信，甚至過百份 CV， 跨幾個僑際平台，連續3-5個月都完全冇回音。好多後生仔女讀咗10幾年書，畢業之後竟然揾唔到工，甚至開始懷疑讀書仲有冇意思。呢種無力感正喺香港青年之間蔓延。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指出一個核心原因，而家睇就業危機唔單止係職位少，而係 AI 帶嚟結構性職位洗牌。整件令香港企業大規模用 AI 重整工作流程，銷售、行政、文員、單證處理、收盤對數等大量速級職位都逐步被 AI 取代。應屆畢業生可以申請啟業名職位明顯減少，同一時間 AI 相關應徵職位數量暴升50倍，但香港本地掌握相應技能嘅人才又嚴重不足，市場出現極端技能錯配，低階職位被 AI 淘汰，高階職位又冇足夠人勝任，大量年輕人就咁卡喺中間。香港青年業會睇數據亦印證咗呢個困境。2026夜爽飯店業會收到青年求職登頻同就業輔導求助超過660宗，按年升20%。好多人以為呢啲年輕人係懶唔想做，其實大部分係隱性離特族，反覆求職，反覆失敗，一次又一次受挫之後，慢慢失去動力。仲有一部分係結構性離特族，本身技能追唔上，產業轉型節奏被市場甩開。特首李家超亦公開回應過青年就業問題，強調要靠商業性質、行長人融合、智能派選去創造優質職位。但木堡都會區等大型規劃仲喺建設階段，遠水救唔到近火。對於啱畢業急住揾工嘅年輕人嚟講，眼前生存壓力根本等唔起漫長城市轉乘。講到呢度，好多人又會問：既然市場咁差，點解部分核心商向租金又回暖，甚至仲有人搶租鋪？呢個正正係香港經濟最令人迷惑、最割裂嘅地方。三鋪市場正出現極端兩極分化。中原工商鋪統計顯示，2026年6月，香港新鋪租賃成交有365宗，按月增加50宗，升幅15.8%，創2024年4月以來新高。但奇怪嘅係，成交量升，成交額反而按月跌16.9%，少咗630萬港元，整體成交額只有3083萬港元。簡單講，即係而家租鋪客人多咗，但大家只敢租細鋪、平鋪，唔敢落重盤接大鋪、靚鋪，反映整體投資信心仍然好弱。最典型就係銅鑼灣核心商圈，以前睇黃金鋪位租金大幅跳水，羅素街一個7041平方米核心鋪位，高峰期沙沙月租150萬港元，而家丑丑和歌接手，月租只係50萬港元，租金直接跌67%，即係大約3折。而家各大核心商圈空置率仍然好分化，6月銅鑼灣空置率6.02%，中環7.26%，灣仔5.9%，尖沙咀7.46%，旺角更加高達8.92%。但係戴德梁行提供另一組更極端數據。銅鑼灣、中環一線臨街旺鋪空置率已經連續2季歸零，同疫情高峰去相比，當時銅鑼灣空置率最高13.1%，中環最高18.3%。以呢啲數據睇，頂極核心鋪位的確明顯回暖。機構預測2026年廿飯店，銅鑼灣、中環一線街鋪租金仲有機會升3%至5%。市場邏輯其實好簡單，越來越多海外品牌
將香港當成進入亞洲市場啟跳板，持續進駐核心商圈，撐住頂級鋪位租金。但呢個只係局部現象，只大部分普通商鋪、社區商鋪、二線鋪位仍然處於行動。以前香港人信奉一鋪養三代，呢個神話而家已經逐步終結。香港三鋪喺核心旺區普遍要劈價出租，鋪位價值大幅縮水，傳統三鋪經濟根基明顯動搖。高端商圈靠外資同旅客撐住，基層三鋪就靠減價空置硬捱，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為咗穩住基層市場同控制金融風險，香港政府亦推出襟基收緊監管。2026年8月1日，持牌放債人襟基正式生效，直接影響基層借貸市場，亦從側面反映香港基層經濟面對啟壓力。呢套相關係政府今年3月公布啟分階段監管政策。第一階段有3條規則，全部針對基層過度借貸問題。第一，為低收入人士啟無等額個人貸款設定還款上限，月入6000港元或以下，每月還款唔可以超過收入35%；月入6001至12000港元，還款上限係收入40%。第二，全面禁止放債人要求借權人提供貸款專證人，避免捆綁借貸同變相施壓。第三，所有借貸廣告都必須加上官方統一風險提示，提醒市民理性借貸。更加嚴格嘅第二階段規則會喺2027年6月落地，到時所有無抵押個人貸款機構都必須每30日向信資通上傳借權人信貸資料，令借貸資訊變得高度透明，進一步減少隱性負債。UA 亞洲聯合財務公開表示，月入12000港元以下啟低收入客戶只佔佢哋整體貸款業務2%，所以金基對大型財務公司衝擊有限。呢類客戶大多係有額短期任期借貸，平均貸款額約15000港元。不過對中小型財務公司嚟講，影響就大得多。行業估算大約30間中小型財務公司可能因為金基直接退出市場。我哋可以自知感受一下津基有幾嚴，月入6000港元啟基層市面，每月最多只能還2100港元，明顯限制過度投資同以大養大。政府推出呢套規則，本意係規範市場，保障基層權益。2020年公眾詢詢期間，一共收到150份有效意見書，反映政策經過一定程度討論。但如果透過政策睇品質，真規落地背後，反映香港家產經濟壓力持續增加。而家唔少財務公司開始集中推出外傭貸款業務，專門針對家產外來勞工，本身就係市場收縮，入閘客戶減少啟勝後，當最底層借貸市場都開始收緊監管，規模縮細，亦反映普通市民啟經濟承受力正受到更大考驗。講到呢度，肯定有人會話：你話香港經濟差，但官方零售數據明明升緊，唔係矛盾咩？呢個就係我要講解最虛嘅核心真相。而家香港經濟正出現數據回暖，體感接近零，啟落差。2026年6月，香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數字係315億港元，按年升4.6%，已經連續14個月錄得按年正增長。2026年上半年整體零售額按年升9.6%，單睇紙面數據，零售市場好似一片向好，但真實市場體感同數據完全唔一樣。首先，6月零售升幅比5月收窄3.3個百分點，而且遠低過市場預期，啟8.5%，增長動力明顯轉弱。其次，內部結構仍然係極端畸形分化，冰火兩重天。高端消費升得好勁，珠寶首飾、鐘錶、名貴禮物銷售額按年升20.1%，電子同高端耐用品升11.3%。但民生消費就繼續跌，超市日常貨品銷售額跌1.1%，大宗百貨公司貨品銷售額更加跌4.2%。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直言，香港零售數據入面有1/3靠訪港旅客支撐。2026夜雙份前，訪港旅客人次達2671萬，按年升13%，正係呢批旅客喺高端消費撐起零售數據。但普通香港市民日常消費喺超市、百貨、社區餐飲就仍然持續萎縮，季度數據更加睇得出問題。2026年第二季，香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相比第一季季值性下跌3%，委聯勢頭已經明顯轉弱。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解釋，6月正值學生考試季，加上持續暴雨壓抑本地消費，但呢啲只係短期因素，真正核心問題仍然係消費結構長期改變。餐飲業數據更加扎心。而家香港餐飲業整體規模仍然未回到疫情前水平。2026年第一季，食肆總收益比2018年同期低7.2%，其中傳統中式酒樓跌得最勁，按年大跌27.9%。大家其實都知問題根源，港人北上消費已經完全常態化，而且係一個長期趨勢。以前香港餐飲零售業可以等旅客回流，等市場復甦再翻身，
但而家靠守株待兔，基本上已經行唔通。而家香港牙債逐步形成共識，單靠等市場許願根本唔現實，唯一出路就係主動洗牌轉型。好多品牌已經猜時自救，例如大型酒樓縮細大名叫堂食區，改成網紅梳芙梨等體驗式小店，盤和閒雜鋪位，提高坪效。亦有唔少社區商場增加餐飲、健身、娛樂等體驗式業態，用線下專屬體驗去對抗內地性價比優勢同電商衝擊。香港餐飲聯業副香港黃家可明確表示，北上消費常態化之後，受打擊最大嘅就係傳統中式酒樓。立法會議員莊浩峰亦直言，屯門、元朗呢啲近口岸地區舊式酒樓越來越難經營，競爭力明顯不足。大家要明白，港人北上消費唔係單純取代本地消費，而係消費升值之下睇雙向選擇。內地可以提供更大消費空間、更好服務體驗、更夠性價比，呢啲正正係香港目前比較難提供嘅。好多網民總結得好，直接而家屋邨酒樓、傳統茶樓已經逐步變成夕陽行業，年輕人越嚟越少幫襯，店入面主要剩低連搶街坊坐低傾偈，缺少新客同未來增長。更現實嘅係住近口岸，喺香港居民搭10幾分鐘車就可以返內地飲茶、聚餐、消費，性價比同體驗都有明顯優勢。傳統街坊酒樓自然面對淘汰壓力。香港業界終於逐步認清現實，想留住消費者，單靠減價根本行唔通。香港租金同人工成本咁高，低價策略本身就冇乜利潤空間。未來真正出路係做出內地冇啟差異化價值同專屬體驗。呢場睇落只係普通餐飲零售洗牌，品質上其實係香港整個城市經濟結構啟大轉型。以前靠旅客經濟、購物紅利就可以輕鬆增長嘅年代已經過去，未來香港要靠差異化服務、高端體驗同異他創新，建立新啟消費生態。睇完整套分析，相信你已經更加明白而家喺香港普遍跨境金環逐步形成備份，海外資產套利空間收窄，基層老店批量結業，民生消費持續萎縮，青年就業出現結構性危機，三鋪市場極端分化，基層極大金環收緊，所有信號都指向同一個方向。香港正告別過去幾十年啟黃金舊模式，進入新一輪重構週期。冇邊個啟財富、工作、生意可以永遠一成不變，睇得明眼前啟變局，先有機會提早部署未來，避開風險，捉緊機會。最後想問大家，你覺得未來3年香港啟優勢會逐步消失，定係可以完成轉型再出發？歡迎喺留言區講低你啟睇法。如果你睇完今日條片覺得有收穫，記得俾個 like、收藏、分享同埋訂閱我。之後我會繼續同你拆解最真實嘅財經變局同城市風口。我哋下條片再見。